有沒有諗過，百家樂其實係一場解密遊戲？今日我就嚟俾大家解密。牌先洗亂，上洗牌機，再洗一次。我先感應下，好知道啦，係開莊。發牌行4點，莊7點，果然如我預測。下一局仲係開莊，發牌睇下，莊1點，莊贏，再一次準確講啱。接下來是和局，都係6點和局，係唔係好有趣？再來係開閒，9點閒贏，下把仲係開閒，又係9點閒贏，係唔係覺得我好犀利？最後一把係開莊，想知點解咁犀利？留言講俾我知。